位聽眾，歡迎收聽晨鐘課，穿越信仰風暴。今日係8月23日，題目係他們看見什麼？是日經文出自以賽亞書39章4節。以賽亞說：他們在你家裏看見了什麼？希西家說：凡我家中所有的，他們都看見了。我財寶中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使神呢一次訪問希西家，那係佢感恩同忠誠嘅考驗。希西家倘若利用呢次機會為以色列上帝嘅能力、良善同埋慈悲做見證，咁樣使者帶返去嘅報告就必然好似穿透黑暗嘅光輝。只不過佢反而顯揚自己過於萬軍耶和華，佢沒有照他所蒙的恩報答耶和華，因他心裏驕傲。希西家未能克盡厥職嘅故事，對於每個人都充滿重要嘅教訓。我哋更需要經常講述我哋經驗中嘅寶貴事項，上帝嘅憐憫同恩慈，以及救主深切無比嘅大愛。一旦思想同心靈充滿住上帝嘅愛，就好容易將屬靈生活入面嘅經驗傳俾他人。偉大嘅思想、高尚嘅抱負、對於真理嘅清楚認識、無私嘅宗旨，以及對於敬虔同聖潔嘅渴慕，都必然喺言語中表露出嚟，藉此顯明心中嘅懷藏財寶嘅特質。我哋每日所交往嘅人都需要我哋嘅幫助同輔導，佢哋可能具有咁樣嘅心境，就係一句話講得合意嘅時候，就像釘子釘在堅固處。其中某啲人或者到咗聽日就同我哋天各一方。試問我哋喺呢啲同路嘅客旅身上發揮嘅係點樣嘅影響力呢？試問你嘅朋友同埋相識嘅人喺你屋企裏面睇到啲乜嘢？你係咪仲未展示基督恩惠嘅珍寶，反而誇耀嗰啲正在使用嘅時候就敗壞嘅物件呢？或者你係向嗰啲同你接觸嘅人傳達一啲有關基督嘅聖德同使命嘅新思想呢？唉，嗰啲曾經蒙上帝為佢哋行過奇事嘅人，實在應該述說讚美佢嘅話，同人哋講佢所行嘅異能。好可惜，嗰啲上帝為佢哋施展作為嘅人，往往竟然係似希西家一樣，忘記嗰位將各種恩惠加俾佢哋嘅主。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歡迎聽眾繼續收聽聽日嘅晨鐘課。以馬內利。